大家好，今日我哋想講解一下咧 Professional 同埋 Teacher Certificate 裏邊嘅考試卷裏邊嘅題目。咁今日我哋想由呢份卷做 sample 啦。咁咧就睇翻咧，其實佢考嘅內容咧就係一般嘅視覺元素裏邊嘅嘢啦，或者係視覺藝術裏邊嘅繪畫技巧啦。咁譬如好似第一條為例咧，其實就考翻晒由Grade 1到 Premier 咁多個 grade 裏邊學過嘅嘢，譬如包括3點透視啊、2點透視啊、1點透視啊呢一啲嘅視覺元素。咁然後可能會係考有關顏色技巧啊、構色啊，或者係一啲色彩理論啊，或者一啲唔同流派嘅用色方法，都會喺呢度考嘅。除咗考視覺元素、視覺藝術裏邊嘅繪畫技巧之外呢，其實我哋都會考一啲關於歷史啊、畫家啊、唔同時期嘅藝術特色嘅嘢。好似第2條為例呢，咁我哋就會考翻文藝復興裏邊叫你圈翻出嚟邊一張畫係屬於文藝復興風格嘅畫。咁亦都可能會係配對啦，可能會係少少填充啦，或者可能會係一啲比較啦。喺呢一部分呢，我哋會考呢一類嘅關於美術歷史嘅嘢。咁其實主要都係考翻大家對呢個視覺藝術裏邊嘅發展啦，即係歷史嘅發展啦。咁其實內容都係相關呢一啲嘅即係美術史嘅嘢。咁但係個形式可能會改變嘅，譬如可能頭先講過啦，可以配對啦，可以填充啦，可以比較啦咁樣。另外一啲題目咧，都係會考翻大家對藝術史嘅相關知識嘅。咁譬如繪畫技巧啦，我哋會問唔同嘅時期裏邊嘅唔同嘅繪畫特色啦，或者叫大家可以仿照某啲畫家嘅風格去畫一啲畫啦。咁譬如好似呢一條題目就係仿效莫奈印象主義嘅繪畫技巧去畫一張畫，咁下邊可能都會有啲相關俾大家我哋做參考嘅照片嘅。大家可以根據參考嘅照片咧，去改變顏色啦，改變裏邊嘅構圖啦，然後自己創作嘅。喺呢份卷裏邊嘅第4條咧，其實都係藝術史裏邊嘅一啲問題嚟嘅。咁好似第2條咁，不過將個形式改變咗，可能要寫一啲填充啊，或者舉一啲畫家嘅例啊，或者將畫家同埋唔同嘅時代嘅風格咧係配對啊咁樣嘅題目。